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人讲的，也下我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 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信任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言，刻下誓言，只可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係天竺嘅花阿姨。你吓我一跳。这罗兰散文借你看。借我看。哎，你是天空的一片云，每日黄昏，短暂相聚，难忘你温柔倩影。正是秋高气爽好时节，不知是否愿与我同行写生，同赏秋光。你低头的样子，谢谢。待会我带你去走一走。啊，杨妈妈给阿炳。不是啦，是救火的。哟，搞什么的肚子就不会咬哦。哎，从生哦，就关生矮眉，太马西上，功法很太上哦，中功夫嘛用的，很 OK，然后哦，真的可以体会什么叫做柔情似水。哎，你真的哦，懂像小绵羊用的，温柔体贴呢。很小绵羊呢。嗯。哎，阿问哦，那朵云，伊迄没 Yuki 的替代品啊？哎呦，你用安尼讲啦，唔系啦，素云的素云，Yuki 的 Yuki，安尼讲对素云不公平啦。但对记着哦，有会真心的。给那朵云，伊的 Yuki 嘛。他就是你
无言又无缘的初恋哦。她好美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，但是我不想骗你，我想对你坦白。我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这些。我没事，真的。我只是好感动，那个女孩好勇敢，也好爱你。我也很心疼，你为了爱曾经受过的那些苦。素云，佢无但超无客，还非常爱吃到艰苦，真系本人一感通。既然真件有老有气，完全不用唔记得。我也问讲系即假啦，真系有老记，不用记得。不过也都会神妙的一段经验啦，全就够意的。嘿呐，安尼上就错的啦。阿妹哦，世事没太的，唔免应该前面将人来照顾，本阿妹安心啦。迄讲哦，你要多多中意，就留佢撒起来，莫再俾糟蹋呢。对啦，无本眼嘅时候，眼面应该省开吼。素云真的懂温柔呢，我相信佢听做老师母强用啦。啊，无就安尼啦，我带佢转去帮眼妹看，吼。安样以后啊，哎呦，唔错呢，咁样咩羊入虎口嘿。爸爸，阿妹，喜欢都素云啦。哦，阿云的啊，嘿啦，哎，唐公唔请我做丈夫哦。我妈问你是不是自己做衣服？伢衫迄咪自家做的啊？衣服自己做的啊。嘿呀。哎呦，安强哦，自家做衫服哦，啊，唔来伊要同我做迄两好的啦。哎呦，清爽呢，当好当好，哈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。哎呦，韩国！哎，来，站高了，站高了。头啊，买头啊好。做嘛呢？啊，我念一下一百块。你年头100来，要不然都个读书嘛系无？哎，我讲南东年出遐几发钱钱，给读书球吼，只想读书嘛。行去师傅调吼，安尼有肉吼，一天都要讲嘛。嘿，阿姐，做得啦，阿妹当中医啦，哈。我妈说很喜欢你啊。以后，得屁股啦！哎呦，好香哦！你今天一定被我阿梅吓到了哦。老实说，有一点。不过她已经把你当成我们潘家人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哎，你很过分哎！不要走！你知道吗？我阿梅一辈子勤俭持家，她种的青菜水果哦，就好像她的命一样。
从来不轻易送给别人哦。今天却拿那么多给你，还真的把你当成自己。坐一下。可是，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小裁缝，你是老师，你阿梅他们真的会同意吗？当然会同意啊。娶妻呢是娶德，像我没念过多少书，却是我要把你贤内助。那我也要像你的阿梅一样，当你的贤内助，顺便把你管得死死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才不怕你这只温柔的小绵羊。这个潘老师哦，对你遐尔好，你的妈妈哦，搁送遐尔侪物件来互你。我看，搁无偌久，人就会来咱兜提亲啊。毋过，伊是读册人，又搁是老师，我真惊伊哦会气嫌我看袂起我。我逐摆哦甲伊出去，我无啥甲讲啥呢。结果。伊讲我是啥物温柔的小绵羊啦，安尼好啊，可见哦，你即马遐尔幸福，还阁烦恼啥呢？你听阿母讲，阿母哦，食过的羊哦，嘛比你较侪食过的米啊。这查某人的温柔哦，是互查某人疼惜出来的。啊，若是赤白白的查某人哦，嘛是互查某人逼出来的啦。我看这个潘老师一定有足疼惜你的哦。伊真正是足疼惜我的，不过伊想爱画图啊啦，连写批拢用画的呢。我是惊讲伊安尼爱画图会影响到家庭啊。这画图嘛好啊，无亲像一寡查某人吼，买食唔讨趁啦，嘛比伊较赢。这做老师嘛是食公家的啊，是讲吼，趁无偌济钱啦，所以你着要甲我拍算哦。这一考用吼，要当做5块伫咧用，上好是知影安怎用钱加钱，搁生出钱仔囝，安尼知无？我嘛是安尼想呢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。爱的诗篇，一须之恋。这画图嘛好啊，无亲像一寡查某人吼，买食唔讨趁啦，嘛比伊较赢。这做老师嘛是食公家的啊，是讲吼，趁无偌济钱啦，所以你着要甲我拍算哦。这一考用吼，要当做5块伫咧用，上好是知影安怎用钱加钱，搁生出钱仔囝，安尼知无？我嘛是安尼想呢。啊对啊，潘老师毋是有画一张图互你，敢毋当摕互阿母看卖？好啊，阿母你稍等者，好。阿母，你看。诶，我安那看，那敢若无成立呢？对啊。哦，嘿啊，佮讲前的日嘞吼，迄天嘞啊，夹夹海面来头顶啊，还要转来。啊，对啦。不过吼，阿云吼，夹个木齿毛安尼翘翘哦，当恶用的呢。啊，这样吼，唔得我本去欠到死死毛哦。木船入呀？要呢？哦，韩国毛哦，挨住地哦，挨亚神人啊，做迄本欠到死死啦。做后姑，唔好唔知足啊！
人家讲吼，不用腔脚，老公都靠脚，啊无通过啊？啊？跟唔安尼讲的话，还有乜嘅好笑的？阿强吼，迄做咧偷走一只，抢唔一只，按腔脚嘅不用啊，佢个亚神人做得靠脚嘅呀。哎呦，也有样啊，讲的有理啦。啊安尼哦，俺都不是社会啊，还夹着会啦。我当送茶呢。哦，较夹着会啦，我服务唔差的了。第一吼，我以前先生了托你的钢琴啦。好。再来啊！娘诶，迄潮神安尼无写信的来哈？哪有？因哦，结了婚就要较无含的。迄潮神了有家庭的啊，哪有可能像以前安样人吼讲来就来啦？佮阿才要讲去下课以后哦，还要交4年的法度，亲无限。你都体谅伊下的咩？怎样都做慢哦，你做唔得全代志哦。唔咱上去哦，无安尼啦，加2年吼，也便宜台北吼。伊又唔免个骂呢，骂该上唔上个？佮唔上吼，无拄哦。我上摆吼，迄个台北大天发，留去加爷呢，留1万年前呐。阿娘现哦。哎，这个手机啦，手机哦，连那个找太久哦，你们丢分车车无啦，印这个存钱，哪有时间创造啦？今日哈，连分样就无看到，像我讲几哦，就做唔得。高老师，曹老师你好，晚上我们有个聚餐，你要不要一起参加？不好意思，我课都排满了。这样哦，那就等下次喽。我赶时间，我先走。掠去法币，用要印象千金万金冲啊！做唔得啦！一个真正艺术家是做唔得本身发个滴滴答答，老吃到徛喺身体打败啊！我做唔得让我创作停下来啊！我嘅花，我听出嘅花而已。曹生啊，我这个申请书已经盖章了，你签一下名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房子贷款申请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又看中了2间房子，而且已经跟屋主说好要签约付款哦。
我们贷款才刚缴完，你怎么又买啊？而且买2间。总是要为孩子着想嘛。你想想看，以后子珍跟子贤1人1间刚刚好，而且我都想好了，我们只要一部分贷款，然后再跟2个汇，省一点就够啦。我现在的收入根本不够付贷款，还有跟汇啊。你不用担心啦，我都已经规划好了。你学校课程呢，还有绘画班的课程，中间还有一些空档，我都帮你排满了。现在我教室借好，宣传单也印好，准备要发，你只要准时上课就好啦。素云啊，可不可以不要买？为什么？我这样规划，资金周转又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不要买？你课排那么满，我根本没有时间画画。你如果有时间，我还宁愿你不要画画，多休息。你已经得了那么多奖，拿来当做招生的号召已经够了，为什么还要画画呢？画不画根本就无所谓。画画不是为了出名，也不是为了赚钱啊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艺术啊。艺术？你的艺术又不能赚钱，而且还要花很多钱呢。要不是因为我想破头帮你找那个童绘画班的课，你现在那些薪水，连这些话剧都没有办法买，就不用说要养我们一家人了。草森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们还有孩子要养，你要实际一点啊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我这样做你不开心，可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，而你呢，把可以赚钱的时间都拿来画画，你这样对我来说公平吗？算了，你不想签的话就算了。可是你已经跟人家签约了，这样没关系吧？没关系啊，他要告就告我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签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签。不要太累啦，不要再画了。我厨房有炖鸡汤，拿给你吃。你等下吃了早点休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上次想要买的那个。哦，你是说那一套1000多块的进口画册啊？不过那真的很贵耶，可以买好几罐奶粉钱了。可是。那个很有专业的参考价值啊！哎呦，好吧，2个月以后再说。
喂，我哪会学死用啊？就上爱喊啊，用诶，韩国咯吼，卖茶的哦。辛苦钱，来，上早咱讲。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须之恋。喂，我哪会学死用啊？就上爱喊啊，用诶，韩国咯吼，卖茶的哦。辛苦钱，来，上早咱讲。瞧，堂堂画坛的一颗星星，绘画班的名师还会去搞空死怪哦。世上对的啦，你们没办法啦，这素云吃的哦，我买画册都浪费钱啊，故说就只个空。去买画册吼，免无用到几多钱啊？去安尼做吼，那唔好啊。其实冇唔错噶，其老外的钱哦，全就拿去买房子理财了啦，最近哦又买2件呢。2件？那都按多钱啊？迄没中爱国奖券啊？迄安尼就好的啦。我一礼拜哦，7年呢，从早到安普。全球的工作，那菜吼就要安尼落去啦。唔安用吼，哪有时间好发发呢？像安普发啊，不过哦，我长久无发发的呢。像安无限啦吼，去邵先生哦，上摆总去看记，伊还伫咧念，讲安久无总去看记的啦。啊，根本伊也有限啊。无，你去寻邵先生。不过，伊讲我去寻记，我先下线同佢提呢。哦，我那有限啊，直接吃早去，好无？来。啊，好啦。阿姐，还有伫咧想吼，我想要去甲开一间发廊。真的开啊？真的呀。唔等下是做唔得同邵先生讲啊哈。伊安尼伊生意吼，就老花当做一家生意来用诶。迄本一定要开发廊哦，老花呢拿来买卖哦，必定哦会欠死哦。好啦，来滴啦，邵先生，来咧。先生，我喺朝神。我留我出来开呢，开门咯，先生。明明就有人呢。系唔睇几多上嘅啊？去山上啊。山上。哦，好来。先生，我出来啦，我同阿江来看咯。歹睇咧。存钱还可以送嘅啦，我很难敢。邵先生，我喺潘朝顺，我嚟开呢，开门咯。用班啊？算你啦。嘿唔系吼，无下线嘅来通知，去欠嘅。阿姜你个啥？慢点哦。先生。先生。哟，很难得啦啊！对呀。係先啊，先生，最近大家無閒啊。係啦，無閒就唔試來咪。迄叫無來，幾記就唔記得啦嚇。無年 N 就好做啊。啊，你來嘛？好啊。好。那就行了。到。爷爷打电
赵先生。好，那就认错了哈。好，没泡茶。阿姐，你用连个1年元就拿了。哎呦，我哪做唔得咯？你个嘛，上摆哦有叫学生，送先生伊较认高，还不用到平常嘞。你坚持哦，把你拿份本人啦。哦，难怪上摆哦，先生用讲平常制度哦，有给领5不用扮演嘛。先生哦，青葱是年纪啦，佢无骗人的呢。哦，来啊，沏茶啊。好，安子先。听到了案究，隔壁还有停通无？下摆啦。唔过阿江吼，佢最近吼，伫咧无限教学生的啦。係啦，凡事啦，最近哦，較無貼花啦。你啊花筆啊，當貴啊。迄講1、2年咧無去停通去啊，佢就唔認你咯。像愛行到邊，我就隔天的啦。不管樣會苦，苦到無枝可花。就算你花到天來風啊，我喊你去花。先生啊，老花土啊，當作當年就會做嘅事情，迄個你無花啊，我就衰唔得啦。接着衰點。咱唔記得時間咯，就拿你大媽去裝啲按家呀，慢耐就點睛。像跟你講啊，還有淡淡嘅花香，電風啊，天天的吹下過來，該用時啊。幾丈人嘅心啊，全就靜下來。像咁樣，還有乜嘅好橋嘅咧？嘅情景一講嘅吼。然後也條講啊，不管樣嘅，還要花點下去，點啊？先生講嘅話，我會記得。就按樣啦，哈。就拜託了。冇問題啦，先生。先生，你是誰啦？給阿江吼，就老娘一發哦，尊身之用誒，唔會誤到啦。你啊，我唔記得咯。你搞到佢阿叫好嗬。好，飛天咧。那就按樣。好，等你先你轉啊。天天啦，天天。好。康先生，康先生，先生，我要老唔嘅花記得。嗰隻無限，嗰隻強，我都唔會留創作標題。我一項用花筆向我嘅生命念記。超生，你今天难得放假，我们带孩子回娘家吃饭好不好？不用了，你们去就好。
八戒啊，还忙输到哦，给无就按样啦哈，等路旁的转来哈，嘿，再来处理啦哈。好，歹势啊。娘的咯，还忙输到哈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先生，先生，都系按道生的咧，嗰边开门吼，几多走的啊？走就走啊。对位都结婚吧？伊就面底硬很用嘅人，我哋生人哦，轻讲信用嘅，无彩，我按信任佢啊，怎拜托佢啊？你下硬啥变到无信用铁咧？你学生嘅哦，全就用唔得，所以我看查死啊！先生，先生，我喺朝神啊，开门啊！先生，我来开唔係，开门哦！用不然呢？你係誤省嘅呢？先生有冇嚟開門呢？無生佢冇一尋崖。就這樣呢。記得。这样用啦啊！較細聲啊嗱，出來講啦。假講啊，我講係哦，講得出來講。講嘛，哎呦，說能咁樣嘅啦啊！叫做蕭老師啊，唔可以插阿醬嘅。樣咯，啊佢咩以後啊？做無人老人就搶來嘅啊，嘛無人老我逼佢去挖土嘅啦。有好消息啦！唔也分人教，不講嘛嘅講法。蕭老師嘅來嘅，就按他嘅，人家成績也按好。你難聽嘅來嘅，老人搶嘛。唉，我看啊，也生個法嘅。蕭老師吼，係佢親尊敬嘅先生呢，今日下人唔可以插佢。唉，原來我係乜嘅好消息。啊，真嘅啊！真的啊！哎，唔對啦，我啲嘢啦，我係做泡菜哦，做青好食啦。我係喊阿醬哦，帶幾個嚟本蕭老師，按做會啊，係嘛？竟然蕭老師啱啱學，哼！我跪低劍窟咧，俾我夾作答，人家媽唔愛看，也泡菜。樣嘅神哦！看阿這樣嘅出家，本佢慢慢嚟咩，係奶茶咪落樹。来啦，对，你来啦吼。要可能有想要用的啊，唔讲吼，安尼中等的中等啊。哎，
等伊嘞吼，全部就按你老弟走去了。这以后有发展吼，还没做在你瓜里了。嘿，冇简单呢。啊，错啦，用请小先生过来。吼，还忙啦，那味道要发拢吼，还忙有时间去请去啊。我讲下重要的事情啊，还没唔提起做嘛冇见。我因落到先生嘅门，要用叫开灯，佢非得低度定下，我係講藝術，講創作，我樣都冇想到，我會本期當天門口。有去問過其他人嗎？有啊，同學朋友全都問過嘅，冇人知啊。唔知個上看啊，係咪有乜嘢事情壓到佢？想來想去，面來面去，全都面唔出來。我知啊，我知道起初唔現嘅，就像宣揚嘅，簽唔到講嘅哦，實在哦，拄唔掉。好啦，佢高經驗的吼，我會去請佢啦。啊，張老聽聞也件事啦，吼。拜託我。挑前嘅路啊，彎啊！先生啊，夢啊，繼續發圖，最後呢圖到太好，將來做一隻花架。先生，聽你寫生就種草不寧的事情，冇明到多年間你就冇愛尋愛。潘少生，老师只想要知道，你有没有决心拿起千斤重的画笔加入美术社？你老实讲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千万不能够欺骗自己。天愛情地度，唔就從一座山、一座殿堂，天藝術創作嘅路向，鼓勵愛，幫愛放向。愛就像唔舒服嘅自由，無論愛比到樣嘅歌、樣嘅演，我還會想要轉動兩邊。你請過先生幾下擺，佢講哦，佢唔可以講到伊一三年啊。佢衙門先生有乜嘅事情，佢咩唔敢講啊？誒，算嚟，係到底那位做唔錯嘅，見讓我哋對眼。为什么都不跟我们玩啊？对啊，他都不理我们，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啦？没有啦，你们想太多了。爸爸他只是累啦，所以在那边休息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妈妈去叫爸爸过来陪你们玩，好不好？好。乖，你们乖乖在这边玩哈。好。好生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跟肖老师有关？你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。你一定心里有事，不然不会在这边发呆。说了你也不懂。
先生，虽然我无想要见爱，不过我要拿娘的交费记得了。我要像如种菜一样的进入地肚，引发点下去。 你们两个给我跪下！听到没有？不要乱动！我叫你们不要乱动！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